我都係個個咁甚至乎都要再即係要再吟沉啊，即係煩氣都要同大家啦，因為持續咧呢幾日嘅天氣都唔穩定，咁落雨天氣又會冷，咁所以可能大家就要即係要自己要保重身體，尤其是夜晚黑嘅時候咧，可能要多着幾件衫啊，或者睇下物資站嗰度咧，應該佢哋會安排緊，希望可以即係有一啲熱心嘅市民可以即係捐贈一啲嘅被鋪或者係睡袋嚟俾大家，希望盡量咧係支援到在場嘅佔領人士，唔單止係金鐘想講嚇，仲有其他佔領區咧，我哋都希望可以聯繫到，同埋可以即係提供到一啲嘅相關嘅御寒嘅物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能夠堅持落去嘅。因為龍和道先個行動咧，即使我自己咁最後其實，但係至少我哋都可以有少少感慨咧，係因為本來一路第6個禮拜咧，大家運啲生理鹽水過嚟，係應該要感到興奮嘅，應該要感到為大家嘅堅持咧係要感到驕傲嘅，我覺得係因為大家嘅堅持。中途加入又好，你通知翻我哋，咁我哋先至會見到呢個場面。多謝之鋒嘅鼓勵先，但係啱啱發生咗好多事情。我今日或者有啲想行動，希望行動唔使鼓掌，真係唔使鼓掌，因為有啲行動嘅方向或者佢行動理解。大家有陣時會見到我係。真係一個街坊，可能係即係佢三家無聊，坐喺物資站同啲人吹水啊。有陣時我有啲朋友帶啲嘢食嚟，咁即係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傾嘅機會咧，其實都係喺俾啲早兩日我哋嗰個題目咧帶一本書去抗爭，睇書真係好緊要，所以有陣時我見有啲同學喺度好努力咁溫習書。我哋都一直有溝通，即係你作為本土新聞。其中一位作家村上春樹今日喺德國出席一個文學獎嘅時候，我覺得。我哋有做佢提到，佢見到呢個世界有好多嘅紛爭，係因為貪婪、偏執、恐懼，築成一道嘅高牆。因為當時我咪現場佢覺得佢作為小説家，佢未必好似其他人咁樣可以行得好前線。但係佢作為小説家，佢覺得佢可以做到嘅喺行動嘅時候，亦都冇任何。佢嘅任務係幫助讀者跨越一道嘅高牆，利用每一個人嘅想像力。我之前咧去做一啲嘢。本土新聞咧喺一個甚至乎佢話但係我已經冇做沉着擔任一個記者。而不懈咁樣去唱歌，所以其實我而家今日係一個好普通嘅香港講一個美好而自由嘅世界將會嚟到嘅故事。有啲。同某啲其他運動參與有啲分歧，希望能夠製造一個冇高牆嘅世界。啱啱我好高興有喺佢嘅發言最後，但係即係佢係寄語，因為今年其實除咗係6·4嘅25週年，其實亦都係柏林圍牆倒下嘅25週年。唔同嘅觀點咧，你而家講啊咁樣，係咯。佢寄語響香港，你係咪同其他與高牆抗爭緊嘅佔領者每一位年青人？大家要努力不斷去嘗試，保持鬥志，創造一個冇高牆嘅世界。創造一個冇高牆嘅世界，冇貪婪、冇偏執所建構嘅高牆嘅世界。多謝村上春樹。我好想講。喺呢6個禮拜以嚟，我同在場好多義工、物資站嘅朋友，大家一齊留守喺呢一度。我係觀察俾大家。我哋係選擇留守喺呢一度，但係我哋同時間係會關心其他場區所發生嘅事。希望佢有動植物公園，我哋。